为了隐藏自己的丑陋，妻子每次吃饭都会把丈夫吃的小鱼眼睛挖掉，希望他永远看不见，这样就不会嫌弃他的长相。不料某天丈夫外出时碰到了爱八卦的村花，她把这个秘密全说了出来。为了查明真相，丈夫急忙去了按摩店，趁着给村里长老按摩的时候，请教恢复视力的方法。可长老告诉他，即使有方法也用不了，因为你的妻子每周都去药王庙祈求你继续失明。听闻此事，丈夫立即前往药王庙，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为自己祈福。妻子每天去1次，他就偷偷去2次；妻子每天去2次，他就加倍至8次。半年后，他终于恢复了视力，但他抱着妻子的脸，却无法辨别美丑，因为从小就是盲人的他没有任何比较的标准，不知道妻子到底长得如何，而自己却成了村里的帅哥。好在这时一直暗恋他的村花出现了，趁机邀请他以客人的身份到家中。酒足饭饱后，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多年的爱慕之情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的妻子突然闯入，发现自己的丑陋已无所遁形，二话不说一把将他压倒，一下就解决了他。下一秒，丈夫惊醒过来，原来这一切只是他的一场梦。